谁是我此？难道还有一个此地不仁吗？妹妹慢走，我知道你不理我，看见我就避开。今天我只要和你说一句话，送进此狱，就了开手吧。说吧，说两句，你听不听？唉，既有今日，何必当初？当初怎么样，今日又怎么样？平安一条，还怕那牙怪不是不知道，我亲自张张见见来走了，你啥烦恼？但愿你撒开眼，我先想，我和你同着前，同上山，像一幕所生的情同高。到底中间的我俩情谊比谁好，才知道妹妹你陈大心也大，是今是瞎着眼睛把我叫，三朝四季不理我是
儿的子。